先继续来看这个第12轮第2阶段疫苗，今仔日开始注。大包恢复的注射站是来注2种的疫苗 ，BNT 的第1剂甲 AZ 的第2剂。嘛因为一届爱来注2剂疫苗，所以这个动线安排特别小心。今仔日的注射量大约是有13000剂。另外，由这个鸿海、台积电甲资济共同来购买1500万剂 BNT， 这个第9批透早6点外，嘛顺利运到桃园机场。这个到货量大约是90万剂，讲明仔载也有1批。天也未光，华航载运民间买的第9批 BNT 疫苗到台湾，这批大约有90多万剂，等指挥中心分配注射的对象，一透早无用的所在阁有。A 请往左 ，BNT 往右。第12轮第2阶段头一天开始注射，华埔注射站一天都有13000剂注射量 ，AZ 和 BNT 分别有6000剂。嘛因为2种疫苗做伙注，动线分流自排队就开始。算流畅，只是排蛮清楚的。先在外面排队，然后排一排之后再进来，排这边坐一排这样子。然后觉得整个在圆山那边规划都很好，很舒服。然后准备的东西也很齐全贴心。早上的流程，那大概是我们会开10条线，那大概4000人。那到下午会稍微多一点，下午大概5000人，我们就会拉到12条线。那到晚上大概3000人，我们再开10条线。目前台湾的疫苗注射率第1剂有69%，将近70%；第2剂目前注射率有29.6%，将要接近指挥中心甲边境放零的目标。估计农历过年了后，台湾有机会开放。只要把进出国的旅客直接都让他们具备旅游护照，打满2剂疫苗，做好筛查，在国内戴好口罩，根本不需要管制嘛。即马上重要的，要是要赶紧提升疫苗注射率。台北市嘛规划第13轮要伫市区增加中型的注射站，嘛考虑要比照流感疫苗伫捷运站的出入口，或者是伫里长的办公室设站，和注射站深入社区，都是要更较方便民众来注射。